讲到药学博士柯宏源在世进前有收集真侪台湾的艺术品，伊后生也遵照老爸遗愿，甲一寡收藏品大部分拢关登来到台湾，嘛，互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有更加丰富的资料通好应用。 1993年，伫美国成立的顺天美术馆是药学博士柯宏源的夫人加囝儿所成立的。顺天美术馆内底展出侪柯宏源收藏的台湾艺术家作品。2017年，后生柯兆信遵照爸爸柯宏源的遗愿，要将收藏品全数关登来台湾。2017年的时，就开始想讲要把这物件送登来台湾，这是因老爸一世人的愿望。 柯兆信表示，爸爸是咧思考会当替台湾留什么物仔给后代子孙。所收藏的作品，其实都是台湾的一个历史，会使看出台湾人迄当时是安怎生存、安怎咧打拼。伊有2本画册顶头写啊真清楚，伊讲这毋是阮的资产啊是等台湾人的情形较好你爱摕转去台湾，所以迄就是伊的交代。 经过2年多的沟通，这批下世纪的台湾美术作品，在2019年全部运登来台湾。这批画作的收藏年代，嘛拄好是台湾国际局势出现变动的时阵。就是1979到他过世1991，大概11年的时间，也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刚好是退出联合，就是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。 然后在跟国际大家断交、风雨飘渺的这个时代里面，那个时候他开始来做这个收藏。柯宏源唔但是一个收藏家，也是一位捐赠者，家属愿意无私将规批的画作捐予国家，也予文化部当咧推动的重建艺术史政策带来真大动力。 台北美术馆咧收藏的时阵伊其实收藏的物件是安尼一步一步来，所以一步一步来，就是讲美术馆的典藏经费阮一档的典藏经费偌济钱尔，偌济钱你会使买几张图，买几个艺术家的图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的艺术家的作品其实拢无，伊拄啊拢有，因为伊用艺术家迄个美术史的方式一个艺术家一张，这个艺术家一张，若有法度先搁加一张，所以伊迄个艺术家迄个视谱一点都较完整。柯宏源伫台湾还未民主化时阵，就开始为着台湾的艺术世界分好，而且收藏只为着有一日要献予国家，无私在爱精神，替台湾留下完整的文化记忆。记者杨淑晴、张学水综合报道。